新北市17号昨暗有过路人弄红灯，和一台奥多摆弄着，2个人是拢着伤。昨早起伫台北市的大安区，有民众是指控讲有一台警察车甲一台奥多摆相弄哦，这台警察车才摔到随驶走。也毋过警方是强调讲，这台奥多摆是家己累残的，也毋过嘛承认讲因的当年有违规的情形，会等待交通大队的调查报告。 警车伫路口弯，一个骑奥多摆的对倒边向正边骑，看起来敢若轰弄着，刹车倒伫涂骹。但是警方迄当阵无停车，是直接驶走，全程拢互经过的民众翕落来。这个警方是调数多役。我只是听到声音哦，啪，然后我就探头出去看，怎么就他一个人在那边，就躺在那边。代志发生的现场就伫台北的富中公园边啊。青山早起11点外，新生南路派出所的警察驶警车出勤，伫 T2路口是涉入交通事故，但是警方澄清讲，经过检视行车记录器，是骑奥多摆的家己失控去刹车，并无含因弄着。支线车道没有做礼让干道车的这个部分，那可能涉嫌违反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。那我们这个后续如果交通警察大队噪音分析之后，我们会再来做这个后续行政责任的议处。虽然讲案发的地点是无号志的路口，但是警车驶伫个基线道，涂骹嘛有画停字。照交通法规是必须要停车才阁驶。警察敢有涉入行政疏失，还是交通违规？警方讲爱等后壁交通大队做的调查原因，才来分析研判。行驶至无号志路口或号志故障而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之交叉路口。 支线道车应让干线道车先行，车道数相同时，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。镜头阁转去新北，同一天的暗时，17嘛有路口的事故，有行人去弄红灯，疑似含骑奥多摆去弄着，2个人拢倒伫涂骹。警方讲并无接到报案，但是落雨天是看无清楚，上路就要搁较细致，行人嘛应该守规矩，来做伙建立安全的用路环境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